在咱所在換到台南市仁德區啊，來看這個超商嘛，淹大水啊，所以物件攏佇個水安尼浮過來浮過啊，就算你要去買物件結銷，你要撩過水才會當結銷。附近的民眾在厝裡啊，水攏淹落去啊，用莫大來抽水，包括駕駛班內底啊，嘛是淹水啊，所以駕駛班內底上濟就是汽車，全部15台攏泡佇水內底啊。超商內底水淹口，民眾的腳目，火雞仔的四小餅全部攏叫衝出來鋪佇咧水面上，民眾下過四小餅排隊結銷。這是台南仁德一間超商，昨暝大雨落甲真大孔，全部攏灌入超商內底，火雞的商品嘛攏衝到塗骹去鋪佇咧落來黃水，互店員真無奈。受到米吉拉風台刮回環流影響，台南為暗時夜就一直咧落大雨。烏陰天的天氣，三不五時個閃閃啊，煞咧就隨聽到但雷公的聲音。台南卡雷公落大雨，仁德這回教訓班嘛做大水，一台轎車差不多15台車全部攏浸佇咧水裡，無偌遠的貨車嘛，強要叫積水拆食落北。上來啊嘛，來就已經安尼啊，就已經袂赴啊。另外，佇咧本山路做大水，民眾出門攏愛撩水，閣有真濟徛家厝攏進水，民眾趕緊用莫大抽水。咁而家個即個去圍一個啊，爾慘嘛吼，人就咧叫，厝裡斗咧叫啊。兩地啊，倒袂掉就對啦。佇咧台南市北區小東路的地下道，上深金高94.6公分，駕駛駛入地下道，就是會當駛過，結果水受侵，互伊的頭前半把攏衝到海去。下去我才發現水太高了啊！因為有水，我又不敢不踩油門。另外，佇咧台南市南區這間徛家厝的地下室，奧多擺停車場變做水池下，真濟台奧多擺攏浸佇咧水內底，敢若看到機車龍頭。伊遮呢流入去內底，啊，規個都淹水淹起來安尼，太熱啊！愛修理啊！奧多擺全部攏浸水，住戶唔甘閣無奈，佮講是40幾年來第一擺淹甲遮爾熱烈，大雨落甲真猛，各地攏發生淹水災情，民眾攏希望莫閣落大雨花。